湾看世界，来看克什米尔印度的控制区，伫顶个月底发生着恐怖攻击，这是互印度甲巴基斯坦的局势愈紧张。印度伫半暝空袭着巴基斯坦控制区交的地点，打击着恐怖分子的营区。巴基斯坦指控讲，这波的空袭至少有8个人死亡，同时嘛来采取着报复的行动，甲印度的军机弹落来5只。 轰一声真大声，迄边的建筑就成做大火球。昨半暝，印度空袭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的控制区，代号深度行动，回应4月底伫印度控制区内底发生的恐攻。印度政府声称，对巴国控制区9个地点内的恐怖分子的营区发动精准打击。This is the deepest strike that India has made into Pakistan in over 50 years, since 1971, when the two countries fought a major war. 风头袭的巴国控制区，搜救人员甲救护车是世界走状咧救人。虽然印度讲无攻击百姓、经济甲军事目标，不过巴国指控有3岁查某囡仔、甲16岁少女、甲18岁少年家，拢是因为空袭不幸来过往。巴国军方了后嘛采取报复行动。5 Indian aircrafts, including 3 Rafale, 1 Su-30 and 1 MiG-29 have been shot down, and 1 Heron drone has also been shot down. 双方天光了后，原来有战火。伫咧边界附近的印度嘛，互巴国的炮火轰炸。双方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，不少航班闪开巴国的空袭。印度部分的航班嘛伫咧取消。国际社会更加是非常关注这场战争。美国总统 Trump 嘛发表伊的看法。You know, they've been fighting for many decades. No, I just hope it ends very quickly. 看清真实风暴甲密密麻麻，巴国边界的居民是真生气。比起来，印度边界的居民是拢咧赞声。双方的军民即马遐尼严重的对立冲突，敢会继续升级，就要看巴国后续要安怎回应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